2026年7月20號，謝霆鋒喺社交媒體發出一條沉重嘅消息，佢話好遺憾同大家宣布，我老妞謝賢已經離開我哋，一代影壇巨星隕落，享年89歲。一個時代就此落幕。謝賢從影超過70年，由50年代開始已經紅遍全球，華人地區影壇地位無人能敵。當年武打巨星李小龍同佢影相都要讓出中間個位置俾謝賢，就連香港娛樂圈入面最有江湖地位嘅向華強見到謝賢都要退讓3分。85歲嗰年，謝賢仲企上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台，攞到最佳男主角，成為金像獎史上最年長嘅影帝。呢種光榮榮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但點解事業上咁成功嘅男人，晚年卻講出咁樣一句說話？佢話最難過嘅唔係死而係活。佢究竟經歷過啲咩？點解擁有頂尖命格嘅謝賢，晚年卻落得孤苦伶仃嘅下場？點解當年全東南亞片酬最高嘅男人，卻守唔到自己嘅財富？謝賢離世當日，佢嘅遺政內容亦都被媒體曝光，財產分配出人意料。咁謝賢嘅遺願究竟係咩？今日我哋一齊睇清楚謝賢呢一生究竟種下咗咩因，結下咗咩果。好多人以為謝賢呢種大明星出身背景一定唔簡單，肯定有大人物撐腰鋪路，但真相恰恰相反。謝賢本來出身銀號世家，家底豐厚，但少年時期佢老腰生意失敗，家道中落，嗰個自細錦衣玉食嘅少年一夜之間乜都冇。謝賢自細唔中意讀書，終日淨係識玩。16歲嗰年更加被學校開除學籍，就係嗰個時候喺朋友介紹之下，謝賢考入演員訓練班，從此踏進演藝圈，冇大人物嘅光環，冇資本撐腰，一切由零開始。佢第一部電影嘅片酬淨係得10.5蚊，但憑住佢出眾嘅外表，再加天賦同運氣，呢個僵局好快就被打破。出道短短幾年，謝賢已經紅遍成個東南亞，無人能敵。謝霆鋒曾經講過，佢老撾年輕時一部戲嘅片酬就足夠買起香港一棟大廈，人氣最高嘅時候，甚至可以喺香港最繁華嘅地段買低4棟大廈。呢個數字放眼成個香港娛樂圈，冇第二個人做到過。嗰陣時嘅謝賢究竟紅到咩地步？當年香港有好多男明星夢寐以求想要超越佢，但始終冇人做到。唔係因為佢哋唔夠努力，而係謝賢企喺嗰個位置上根本冇留空間俾第二個人。咁謝賢到底憑咩？首先憑外形。導演王晶曾經親口講過，謝賢係佢見過所有演員入面最識做明星嘅一個。謝賢行路嘅姿勢學自荷里活巨星卡萊戈倫，但謝賢有一個動作係任何人都學唔來，行下行下突然回頭，大約40度角度，面型啱啱好，眼神啱啱好，嗰一望細到講唔出說話。王晶話佢見過咁多明星，到而家冇人做得到，然後憑江湖地位。嗰個年代，謝賢同鄧光榮等7位頂尖藝人組成一個叫做銀色鼠隊嘅團體，7個人個個都係響當當嘅名。成個香港娛樂圈冇人唔俾面，就連向華強見到謝賢都要低頭叫一聲4個。有一次鄧光榮想借周潤發去拍戲，向華強唔肯兩邊劍拔弩張，眼見就要反臉，最後係謝賢出先化解咗呢場風波。嗰個年代能夠同時令鄧光榮同向華強都俾面嘅人，成個香港淨係得謝賢一個。王晶曾經講過，鄭少秋、周潤發、劉德華，香港好多頂級男星都由謝賢身上學過嘢。鄭少秋學到佢嘅儒雅，周潤發學到佢嘅敲沙，劉德華學到佢嘅親和。謝賢嘅風格影響住成個演藝圈。最後憑作品，謝賢喺電影《神島俠侶》飾演楊過，係金庸武俠小說搬上銀幕嘅第一位男主角。嗰個風流細滑、心情執着嘅楊過，令無數女性觀眾為佢痴迷，寫信俾佢嘅影迷堆滿成間電影公司。後來佢喺電視劇《千王之王》飾演賭神羅四海，香港飛幕上第一個賭神比周潤發仲要早足9年。嗰種運籌帷幄、笑看風雲嘅氣度，
令成個東南亞嘅觀眾都喺度討論呢個角色。佢嘅作品橫跨50年代到2000年代，65歲嘅周星馳為咗請佢飾演少林足球嘅大反派，三顧茅廬，片酬加倍。本來打算退休嘅謝賢見到周星馳誠意滿滿，先至點頭應承。一個65歲嘅演員仲可以令周星馳三顧茅廬，呢件事本身已經講明一切。85歲，佢憑電影殺出個黃昏，企上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台，攞最佳男主角，全場起立鼓掌，見證史上最年長金像影帝誕生。鏡頭前面嘅謝賢係一代傳奇，但鏡頭背後嘅謝賢卻係另一番光景。圈內人都知謝賢好狗，但冇人知佢狗到咩程度。直到演員江美儀講出一個細節，佢話謝賢拍戲嘅時候中意將一隻手擺喺背後，導演以為佢擺姿勢，觀眾以為佢耍帥，但真相係攝影機開機之前，佢中意同拍攝人員賭牌九。唔想放低副牌，就將副牌九握喺背後，另一隻手對住鏡頭。謝賢享受豪賭嘅快感，佢啲錢嚟得快，去得更快，錢到佢手裏從來留唔住。賭桌、夜總會、女人、朋友，使錢如流水。佢仲雄心勃勃投資各種高風險生意。1967年，佢成立謝氏兄弟影片公司，自編自導自演。結果幾部電影出嚟，反響平平，公司執笠收檔。後來佢又投資建築，生意都係蝕。再之後佢開咗一間啤酒城，據報3年虧損4000幾萬港幣。謝賢講起呢啲往事嘅時候，永遠都係咁敲詐。佢話錯咗，蝕咗就算，冇咩大不了。但賬本從來唔會對任何人慈悲。80年代，謝賢欠下巨額債務，入不敷支。佢用200萬買入嘅豪宅，最終以180萬天價賣出，白白蝕咗1000萬。佢啲錢就係咁一筆一筆流走。但呢個仲唔係最重嗰一筆。當年謝霆鋒16歲出道，啱啱踏入呢個行業，青澀懵懂。傳聞就係嗰陣時，謝賢欠下楊受成旗下英皇集團一大筆債務，根本冇能力償還。謝霆鋒為咗幫老幺還債，主動同英皇簽下10年長約。一個少年最黃金嘅10年就咁壓咗上去。謝霆鋒後來講，細個都見過老腰苦惱低落嘅時刻，嗰啲時候謝賢從來唔講，但謝霆鋒睇喺眼入面，老友唔開口，個仔就用10年青春悄悄將賬還清。後來謝霆鋒事業上咗軌道，賺到錢，送咗一架勞斯萊斯俾老友，據報價值500萬港幣。嗰架車係個仔嘅一番心意，係佢哋多年來對老幺最具體嘅一份交代。可惜謝賢後來無奈賣咗嗰架車，攞啲錢幫佢女朋友 Coco 還債。謝賢講過一句好經典嘅說話，佢話男人可以風流，但唔可以下流。謝賢呢一生愛過好多女人，最難得嘅係同佢分開嘅每一個女人，最後都成為老朋友。彼此愛過，但從來冇恨過，呢個係一種本事。最早係嘉玲拍咗12年拖，佢從來冇提過結婚。嘉玲最終嫁咗其他人，之後係敲芳芳，對方要求謝賢讀英文增長知識，佢話玩都唔夠時間，邊有時間讀書？大家價值觀唔夾就散咗。多年之後，蕭芳芳憑電影《女人40》攞香港金像獎。影后台上將獎都係親手頒俾佢嘅就係謝賢，兩個人企喺台上笑得自然大方，好聚好散。呢個就係佢講嘅唔下流。但謝賢呢一生真正能夠令佢放低身段嘅，淨係得一個女人，就係珍珍。當年珍珍係台灣第一玉女，清麗脫俗，萬千寵愛。謝賢第一次見到佢就徹底着迷。苦苦追求足4年先至抱得美人歸，兩人秘密結婚，連雙方父母都唔知。謝賢就咁悄悄做咗台灣女婿，但呢段婚姻淨係維持2年。現實壓力再加劉家昌出現，珍珍心已經走咗。謝賢坦然接受，佢話愛情就係咁，只要珍珍幸福就得。
謝賢平靜到令人心疼。但最動容嘅係43年之後，兩人喺台灣影展重逢。謝賢當住記者望住珍珍話：我到而家仲愛你，仲等你返來。珍珍當場面紅大笑。一個風流咗一世嘅男人，老咗見返第一任太太講嘅係：我仲等你返來，風流但心情。之後係狄波拉。狄波拉曾經同謝賢講過一句說話：你去廁所，我都要開門睇住你。呢個係一個女人愛一個男人，愛到極致先講得出嘅說話。呢段婚姻最終都行到盡頭，但狄波拉留咗一樣嘢俾謝賢，係任何人都帶唔走。佢為謝賢生咗謝霆鋒同謝婷婷呢一對仔女，係謝賢呢一生最大嘅福氣。最後係 Coco 比佢細49歲，一齊咗12年。謝賢賣咗謝霆鋒送佢嗰架價值500萬嘅勞斯萊斯，幫佢還債。82歲嗰年 ，Coco 渴望生兒育女，謝賢深知呢把年紀滿足唔到 Coco 嘅願望，決定放手。兩人共進最後晚餐，深情擁抱之後正式道別。佢仲支付 Coco 揾新男朋友，一定要帶俾我睇，唔好俾人呃。Coco 走咗之後，謝賢話佢真係感覺到老咗。謝霆鋒講過一句說話，佢話老優係一個可憐嘅榜樣。謝賢將最好嘅自己交咗俾鏡頭、觀眾同埋佢愛過嘅女人，唯獨係兩個自細等緊佢嘅人，永遠等唔到佢嘅陪伴同關懷。嗰兩個人就係謝霆鋒同謝婷婷。據傳謝霆鋒自細唔想入娛樂圈，無奈謝賢投資失敗，欠下巨額債務。謝霆鋒為咗幫老耀還債先正式出道。謝霆鋒入行之前，老耀同佢講：以後你嘅生活就係你自己嘅，我而家戶口入面淨係得2萬蚊，你自己努力啦。呢句說話，謝霆鋒記咗一世。謝霆鋒出道嗰日有一個簽約典禮，當日謝賢到場，動員自己喺娛樂圈所有人脈，幫個仔撐場助威。成龍嚟，王晶嚟，陳百祥嚟，鄧光榮全家都嚟。個場面令所有人都知道謝霆鋒有人撐腰。謝賢企喺台上同記者講：個仔中意音樂，今日就係幫佢圓夢。嗰一日，謝賢俾咗個仔成個香港娛樂圈嘅面，但觀眾就唔買賬。當時成個香港都抵制謝霆鋒，佢去邊度表演都聽到噓聲四起。謝賢嘅影響力冇幫到謝霆鋒一夜成名，反而無意間俾咗個仔最艱難嘅開局。老奧嘅命係佢嘅光環，亦都係佢嘅枷鎖，一直捱到19歲，謝霆鋒先等到台下第一下掌聲。後來謝霆鋒賺到錢，將老幺欠下嘅所有賬一筆一筆還清。佢仲用85萬港幣買低香港富人區淺水灣豪宅，安排4名具備醫護背景嘅看護24小時照料老幺起居。個仔已經盡力。謝賢晚年講過一句說話：我呢一生最大嘅成就係生咗一個好仔。年輕嗰陣，謝賢最怕冇戲拍；老咗之後，佢最怕每日朝早醒咗唔知今日要做咩。謝賢曾經講過，佢呢一生最大心願係喺人生最快樂嘅時刻安靜離開呢個世界。佢仲話最難過嘅唔係死，而係活。謝賢過去幾十年都有人幫佢安排好一切，片場有人通知佢幾點到，經紀人幫佢排行程，女人幫佢打理生活。晚年嘅謝賢，個仔長袖北京，個女謝婷婷遠嫁加拿大。孫仔雖然同喺香港，但唔係成日見到，身邊冇老伴冇女朋友，淨係得謝賢一個人坐喺豪宅入面，淨係可以等時間流走。敲沙咗一世嘅謝賢，估唔到晚年生活係咁枯燥孤獨。直至今年7月，謝賢病情急轉直下，昏迷入院，送入深切治療部搶救。佢靠最後一口氣撐住等，佢要等謝霆鋒由大陸趕返來。個仔收到消息之後，即刻擺低手頭演唱會籌備，火速返香港。父子見咗最後一面之後，謝賢走咗，走得好安靜，喺家人陪伴之下安詳離世。謝賢精彩嘅人生終究落幕。謝賢離世嘅消息傳出同日，佢嘅遺作亦都曝光。據港媒報道，謝賢生前已經完成遺產分配並簽署遺作，遺產總值超過1億港幣，包括物業、股票投資同版權。消息一出，
所有人都沉默咗，唔係因為金額，而係分配方式。佢將90%遺產留俾兩個人，唔係謝霆鋒，唔係謝婷婷，而係佢兩個孫仔，亦即謝霆鋒嘅仔 Lucas 同 Quintus。謝霆鋒同謝婷婷各得剩低1成嘅一半。謝賢嘅解釋淨係得一句說話：仔女已有穩定事業，孫仔更加需要保障。呢句說話聽落好平靜，但細諗就令人心入面一沉，因為佢揀嘅代管人係張柏芝。張柏芝係謝霆鋒嘅前妻，兩個人離婚多年。喺呢份遺書入面，謝賢用最後嘅話話俾所有人知，張柏芝係佢信任嘅人，佢係兩個孫仔嘅阿媽，永遠都係遺囑仲設下兩個條件：第一，如果張柏芝將來再婚，就會失去代管資格；第二，張柏芝需要定期帶兩個孫仔返來拜祭謝賢。睇到呢度，你先明白呢份遺囑究竟想講咩？謝賢呢一生冇好好陪謝霆鋒大，嗰幾年作為老嫂虧欠謝霆鋒太多，但佢而家可以做一件事，就係確保謝霆鋒嘅仔有人好好照顧。謝霆鋒長就北京，事業繁忙，陪細路嘅時間有限。謝賢睇喺眼入面，於是佢用呢份遺囑幫個仔做咗一個決定，令張柏芝留喺兩個細路身邊，等佢哋衣食無憂咁大。佢幫謝霆鋒遺補咗一份自己當年冇辦法俾出嘅陪伴。謝霆鋒睇到呢份遺囑，心入面係咩感受冇人知，但有一件事所有人都清楚：謝賢呢一生將最好嘅自己交咗俾鏡頭。呢份遺囑就係佢將最後嘅心意留俾屋企人。易經講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謝賢用一生時間賺過錢，輸過錢，愛過人，亦都傷過人，但去到最後，佢剩低嘅所有心思都係為兩個細路鋪路。呢兩個細路會大，有一日睇到呢份遺囑，會知道自己有一個爺爺喺離開呢個世界之前，最後諗嘅係佢哋。嗰一刻 ，Lucas 同 Quintus 會明白爺爺愛過佢哋。謝婷婷話：老衲係唔正走完精彩而豐盛嘅一生，精彩而豐盛呢句講得好好。但我哋回頭諗，點解一個活得咁精彩嘅男人，晚年會話活住比死更難？好多人以為呢句說話係絕望，但我唔係咁諗。謝賢話活住比死更難，唔係因為佢唔想活，而係佢對精彩人生嘅極致追求。對謝賢嚟講，活住從來唔等於存在，活住係發光喺鏡頭前嘅台詞，掌聲閃光燈係成個香港人等佢出場。呢種狀態佢維持咗70年，70年之後燈熄咗，佢坐喺海景豪宅，對住個海，唔知今日要做咩。呢個唔係痛苦，係一種更深嘅迷失。一個用盡全力燃燒70年嘅人，突然發覺火熄咗，佢唔知自己係邊個。世界上有兩種人，一種人活住係為咗安穩，有飯食，有人陪就夠；另一種人活住係為咗燃燒，唔燒到最亮唔甘心。謝賢係第二種。咁樣嘅人，你我身邊都有，或者你自己就係。有一日，你突然發覺日子靜咗落嚟，曾經忙到停唔到嘅每日突然全部停下，朝早醒咗，對住天花板唔知今日要做咩，嗰種感覺謝賢明白，但謝賢冇因此放棄。85歲佢接下殺出個黃昏呢個角色，一個被時代遺忘嘅老人喺黃昏入面最後燃燒一次，佢選擇繼續燃燒。全場起立嗰陣，佢喊咗唔係因為影帝，而係因為佢終於明白自己仲未燒完。呢個先係謝賢最真實嘅樣子。唔係嗰個話自己等死嘅老人，而係去到最後關頭仍然選擇企上去發最後一道光嘅男人。佢呢一生追過錢輸光咗，追過名燈熄咗，追過愛散咗，追咗一世自由，最後坐輪椅對住個海。去到最後，佢瞓喺深切治療部病床，靠最後一口氣等謝霆鋒由大陸飛返來。嗰一刻，佢唔需要錢，唔需要名，唔需要掌聲，佢淨係需要謝霆鋒企喺佢面前。嗰個畫面先係佢呢一生最真實嘅答案。佛家講，能夠為別人設想嘅人，永遠唔寂寞。謝賢用89年先明白呢句說話。佢呢一生將最好嘅自己交咗俾鏡頭、觀眾、掌聲，但去到最後寫低嗰份遺囑嘅時候，佢諗嘅唔係自己，佢諗嘅係張柏芝、
Lucas、Quintus、謝霆鋒，佢用嗰份遺酒幫個仔報咗一份冇辦法俾出嘅陪伴，用2個條件確保孫仔大咗之後，仲記得有一個爺爺，就係寫低嗰份遺酒嘅時候，佢終於識得為別人設想，亦都終於唔寂寞。謝賢喺銀幕上定義咗香港男人嘅瀟灑，有情有義，輸得起放得低。呢種瀟灑唔係做出嚟，係佢真係活出嚟。佢呢一生賺過、輸過、愛過、傷過、欠過、還過，每一件事都用最瀟灑嘅方式承擔。但佢做得最瀟灑嘅一件事就係嗰份遺贈，將所有講唔出口嘅說話全部講清楚。已經講。天地之大德於生，天地之間最偉大嘅事係令生命延續，唔單止血脈延續，仲係心意延續，係嗰份愛由一個人傳去另一個人，再一直傳落去。謝賢走咗，但嗰份愛仍然流動緊。係 Lucas 同 Quintus 大咗之後，睇到呢份遺囑，知道有一個爺爺愛過佢哋。喺謝霆鋒企喺舞台上面，諗起老豆講過嗰句The show must go on， 決定繼續演落去。嗰道光從來冇熄滅。你呢？你身邊最重要嗰個人，你有冇令佢知道你在乎佢？趁早嚟得切講出口，唔好等到淨係得一份遺冊。謝賢呢一生唔只係一個演員嘅故事，佢係香港嘅故事。50年代香港人最需要嘅係咩？唔係錢，唔係地位，係夢。係喺灰色嘅現實入面，有一個地方可以暫時忘記生活嘅重擔。謝賢俾咗佢哋呢個夢，佢喺銀幕上風流受怒氣生活嘅。嗰個年代冇電視冇網絡，戲院係唯一可以逃避嘅地方。謝賢行入戲院，成場女觀眾都屏住呼吸。嗰啲唔止係迷戀一個男人，係成代香港人謝賢嘅故事，暫時逃離現實嘅苦。60年代香港起飛，工廠林立，貿易興旺，一批批年輕人圍入市區搏命向上爬。嗰個年代嘅香港人有一種野心，亦都有一種莽撞。謝賢嘅電影啱啱講出佢哋心聲，一個敢愛敢恨敢拼敢輸嘅男人，命運面前從唔低頭。佢每一個角色都係嗰個年代香港人影子。70年代尾，電視走進萬家燈火，謝賢由戲院走入每個香港家庭嘅客廳。千王之王嘅羅四海，萬水千山總是情嘅阮廷琛，呢啲角色成為幾代人共同記憶。有人話香港人唔擅長表達感情，講愛講多謝講對唔住，永遠講唔出口，但佢哋會喺電視機前面喊。謝賢演嘅故事令佢哋喊出平時講唔到嘅說話，嗰啲眼淚係佢送俾香港人最珍貴嘅禮物之一。去到80年代，香港去到最輝煌嘅頂點，金融中心、購物天堂、東方之珠。嗰個年代嘅香港人行路都帶住一種驕傲。謝賢亦都喺呢個年代登上事業另一個高峰。佢唔止係演員，佢係成個娛樂圈嘅精神象徵。嗰種香港人骨子入面嘅氣派，有錢唔講穿，有本事唔張揚，輸咗都笑住企返起身。謝賢將呢種氣派活成一種風格。後來有人講，香港電影有一種獨特氣質，呢種氣質好難定義，但一眼就認得出。呢種氣質入面有謝賢嘅影子，佢影響嘅唔止係觀眾，仲有成個香港演藝圈嘅美學。嗰種企姿，嗰種眼神，嗰種講說話嘅節奏，面對鏡頭嘅從容。謝賢唔係教人，佢係活俾大家睇。但之後入行嘅每一個人，或多或少都喺佢身上揾參考。有人學佢嘅瀟灑，有人學佢嘅穩重，有人學佢嘅大方，但冇人可以完整學到，因為呢啲唔係技巧，係人格，人格學唔來。90年代香港電影走向全盛，又走向衰落，好多人離開，好多人轉型。謝賢冇走，佢喺呢個行業入面安靜咁繼續行。佢見過太多人起，太多人跌，自己亦都起起跌跌，但佢從來冇將起同跌睇得太重。呢個或者係佢俾香港人最深嘅啟示，唔係教你點樣成功，而係教你點樣面對起伏。香港呢座城市幾十年來經歷無數起伏，經濟危機、政治風波、疫情、移民潮，每一次都有人話香港完咗，每一次香港人都諗辦法企返起身。謝賢嗰種精神同香港人嘅精神係同一種，
輸得起放得低，繼續行。佢由黑白粵語片年代走來，走過彩色電影、電視黃金年代千禧年，去到85歲仲企上金像獎頒獎台。呢種跨度唔止係一個演員嘅成就，係一個人用自己一生見證香港由一無所有走到光芒萬丈，再走過跌宕起伏嘅全部過程。佢係嗰個時代嘅見證者，亦都係建造者。而家佢走咗，嗰啲陪住佢睇電影、睇電視劇大嘅人，而家都已經白咗頭，佢哋坐喺電視機前面，聽到謝賢離世嘅消息，或者沉默咗好耐。唔係唔使得一個明星，而係謝賢嘅離開帶走咗佢哋記憶入面某個重要部分。嗰個部分係佢哋年輕時嘅夢，係佢哋第一次喺戲院喊嘅夜晚，係黑白封幕入面嗰個回頭一望衰到講唔出說話嘅男人。呢啲記憶唔會消失。謝賢留俾香港最大嘅禮物，唔係啲獎項，唔係票房，唔係接近300部影視作品，而係呢啲記憶，係每一個曾經喺佢嘅故事入面喊過、笑過、感動過嘅人，心入面細細一塊永遠屬於佢嘅地方。嗰個地方冇人揾得走。謝賢用89年活出咗佢嘅答案。你嘅答案又係咩？我哋每一個人由出世開始就被呢個世界塑造，老阿老母叫你讀書，老師叫你努力，社會叫你要成功。於是我哋搏命追成績、追事業、追財富、追別人眼中嘅好，但好少人停下問自己：我追呢啲嘢究竟係我想要，定係人哋要我想要？謝賢呢一生俾咗我哋一個最真實嘅參考。佢追過所有人追嘅嘢，錢佢追到亦都使光，名佢追到燈熄咗之後乜都唔剩低。愛佢追過每一段都認真，每一段都刪咗，但佢從來冇後悔。呢個先係最令人敬佩嘅地方。唔係因為佢成功，而係佢對自己誠實。佢知道自己係邊種人，知道自己想要咩，亦都知道自己輸咗咩。佢從來唔裝，從來唔委屈自己活成別人期待嘅樣。呢種誠實需要好大勇氣。老子講知足者富，唔係話你要對現狀滿足，唔去追求更好，而係話你要知道咩先係真正屬於你，咩先係你真正在乎。識得先唔會喺追求嘅路上將最重要嘅嘢唔見咗。謝賢去到最後先明白，佢最在乎嘅係謝霆鋒企喺佢面前，但佢用足89年先講清楚呢件事。你唔需要用89年。佛家講，菩薩為因，眾人為果。聰明嘅人喺因上面用心，唔係等到失去先後悔，而係喺仲嚟得切嘅時候，就將心意講出，將陪伴俾出，將嗰句說話講出口。謝賢呢一生有好多說話冇講出口。對謝霆鋒，佢冇講過多謝你幫我還嗰筆債。對嗰啲愛過佢嘅女人，佢冇講過對唔住，我冇留低。對兩個孫仔，佢冇當面講過爺爺愛你哋。呢啲說話最後淨係可以寫入遺跡。你身邊有冇一句說話，你一直想講，但仲未講出口？或者係對阿爸阿媽講多謝，或者係對仔女講對唔住，或者係對老伴講這一輩子有你真好。呢啲說話講出唔需要理由，唔需要場合，唔需要等到特別日子，就係今日，就係而家。謝賢一生敲沙，但敲沙背後藏住好多講唔出口嘅遺憾。佢用一份遺書交代晒最後嘅心意，但嗰陣佢已經冇辦法親口講。唔好等到自己最後淨係得一份遺書。我哋睇謝賢嘅故事，唔係睇一個明星嘅喜樂，而係照一面鏡。嗰面鏡入面有我哋自己對錢嘅執着，對名嘅渴望，對愛嘅追求，對自由嘅向往，亦都有我哋自己嘅遺憾，自己冇好好陪伴嘅人。謝賢嘅故事講嘅係佢，但照出嚟嘅係我哋自己。如果呢集令你有所感觸，不妨留言打下4個字，精彩一生，等更多人睇到呢個故事，亦都令更多人記得。人活住唔係為咗令別人記住你幾風光，而係喺你離開之後，仲有人因為你愛過佢哋而覺得溫暖。將呢4個字送俾謝賢，亦都送俾你身邊嗰個你一直想講多謝但仲未開口嘅人。我哋用易經坤卦一句說話為謝賢呢一生做總結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大地之所以承載萬物，係因為佢厚重包容，佢默默給予，從唔索取。
謝賢呢一生俾咗觀眾70年嘅光，俾咗嗰啲愛過佢嘅女人一段佢盡力付出嘅感情，俾咗謝霆鋒一個唔完美但最後都講清楚咗嘅老友，俾咗 Lucas 同 Quintus 一份，等佢哋大咗會知道有人愛佢哋嘅保障。佢俾出去嘅遠比佢索取嘅多得多，呢個就係厚德載物。四哥一路走好，我哋下集再見。